美国联邦众议院伫当地时间2日口头通过下党派台湾冲突协助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呢，若准是中国对台湾有军事行动的时阵，就要甲即寡中共的大官户含因的亲属，伫美国的资金拢甲公开。共同提案的众议员麦克林就表示，这项法案毋是要呛声，是要预防颠覆美国的决心。 美国搁再加重支持台湾的力头，联邦众议院2日口头无异议通过跨党派台湾冲突威胁法案，要求政府伫中国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公布中国高官佮伊的亲人伫美国有的资金。If the CCP rages war against Taiwan, there will be consequences. We're talking real, targeted consequences for corrupt CCP elites. Their financial dealings and offshore accounts will be exposed and published for the Chinese people to see. 做伙提案的众议员麦克林表示，台湾毋但是民主的伙伴，也是全球供应链当中关键的参与者。强调法案并毋是咧起空。这届的美国国会已经提出20多项的直接支持台湾的友台法案，也是决议案，亲像2026年国防拨款法案，提供台湾5亿美金的军事援助资金；还有城市地图法案，禁止国防部展示甲台湾列入去中国地图；台湾保证落实法案，要求国务卿定期检视甲台湾的交往准则；台湾国际团结法案，鼓励美国的盟友反对中国破坏台湾外交关系。另外，无直接甲台湾相关的有讲到台湾议题法案是有40多项，包含强化台美旅游观光、经贸合作等等。因为中国甲菲律宾伫南海继续发生领土的争议，中国甚至阻挡菲律宾向家己的船只补给。美国驻安公司记录未来最近就透过报告警示，若准台湾四边发生冲突，北京也可能用同款的手法阻挡伊修的船去抢修咱国受损的海底电缆。 它事实上可以有效达到它战略上的目标，因为事实上一旦海缆破坏，整个台湾几乎就是等于网络几乎没有办法行驶。那目前防范的措施其实相对应的还是不足，它有可能是透过正常的船只来剪断海缆，有可能就是专业的工具来剪断海缆，甚至有没有可能是无人载具来做进行全方位的检测，才能知道说哪些是有可能比较脆弱的点，它有从那个地方来渗透。专家建议，除了即马国内的中华电信、海巡署、航管局等跨部门的情资交换，应该扩大甲其他关系好的国家交流卫星检测、军用雷达等资讯，建立王命大资料库，也强化海底电缆基础设施的监控甲安全措施。公司新闻采访报道。